想為長者揾一個真正舒適、配套齊全嘅安樂窩，歡迎嚟到呢個位於荃灣區嘅院舍。呢度最大嘅特色就係佢一層過嘅無障礙設計，寬闊明亮嘅大廳，俾長者有充足嘅活動空間，唔會有壓迫感。院舍環境舒適、乾淨企理，房間設計注重私隱同埋採光度，每間房都有獨立嘅趟門同埋呼叫鐘。無論係需要高度護理嘅長者，定係出院後需要休養康復，呢度嘅專業護理團隊都會提供最貼心嘅照顧。呢度仲設有幾個物理治療區，配備各類嘅復健器材。呢間位於荃灣嘅院舍擁有專業嘅護理，仲有一個配備完善嘅大廚房，每日為長者準備新鮮、營養均衡嘅膳食，食得開心又放心。最方便嘅係呢間院舍直接連接住一個商場，呢度酒樓、餐廳、便利店一應俱全。家屬平時過嚟探訪嘅時候，仲可以同長者落街飲茶行街，非常之方便，唔怕日曬雨淋。即刻聯絡耆樂窩，為你安排實地參觀，幫家人揀最好嘅照顧。耆樂窩心，專業貼心。